埋3日 B 女重生，港 B 仙台出世。救援隊好努力搜索生還者，黃金72小時過去啦，越嚟越渺茫，但奇蹟出現啦。4個月大嘅 BB 女睇嚟冇受傷，救援人員笑得出啦，仲揾到 BB 嘅爸爸，等佢哋可以一家團聚。雖然冇人知點解 BB 女被沖走咗，仍然安然無恙。帶嚟希望嘅仲有呢個尋日喺重災區仙台出世嘅港人 BB， 爸爸幫仔仔改嘅名，意思係上帝憐憫世人，寄望災民快啲渡過難關。因為媽媽 Frances 仲好虛弱，佢哋諗住等辦好 BB 證件先至再算。